歡迎收睇跑遊生活頻道。今日就同大家去到西澳洲嘅粉紅湖 Hutt Lagoon。Hutt Lagoon 粉紅湖位於西澳首府珀斯以北大概500公里嘅地方。如果由珀斯直接揸車去嘅話呢，要大概5至6個鐘頭啊。因此咧，大部分到訪粉紅湖嘅朋友呢，都會選擇喺附近嘅小鎮，例如 Geraldton 啦或者 Calgary 過夜，然後喺第二日呢，再揸大概大半個鐘頭至到個零鐘頭車去到呢個地方啦。今次我哋嘅目的地就係粉紅湖中間嘅一個小鎮 Gregory。大家都會好奇點解 Hutt Lagoon 嘅水會係粉紅色嘅呢？原來呢個湖裏邊呢係生長咗一種好特別嘅微藻，而呢種藻類呢就非常之耐鹽，喺高鹽度啦、高溫啦、強烈陽光呢種極端環境之下呢，就會大量生產一種叫做 β 胡蘿蔔素嘅天然色素啊。咁即係呢，同啲紅蘿蔔啊、番茄啊、南瓜裏邊呈現嘅紅橙色嘅成分呢，都係同一樣嘅嘢嚟嘅。咁樣咧，呢個胡蘿蔔素咧能夠保護咗呢個藻咧，避免受到強烈紫外線傷害，同時咧亦都將湖水染成粉紅色啦。但係咧，呢個湖裏邊咧嘅鹽度咧係極高嘅，因為我喺呢個湖裏邊行嘅時候咧，其實我見到喺個湖底度咧都沉澱咗好多鹽嘅結晶啊，所以去嗰度咧即係啲鹽水咧係鹹到已經結晶㗎啦。咁加上呢個強烈嘅陽光啦，同埋咧其實個水咧我見到其實真係好淺嘅啫。咁於是咧，讓呢一種嘅藻類咧特別容易繁殖咧，同埋產生咗呢種紅色嘅色素喎。而顏色嘅強度咧，亦都會有唔同嘅情況有變化㗎。今次咧，我朋友就去過好多次啦。咁啊，同我一齊去嘅時候，佢就形容今次咧就大概係6-7分度啦。如果10分滿分，咁咧就佢試過係見過有8-9分嘅粉紅嘅程度嘅。原來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，都會影響咗呢個粉紅湖嘅顏色㗎。例如你嘅時間啦，例如你一個晴天嘅中午去到啦，咁咧就好鮮豔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你係一個陰天或者落完雨之後咧，就會變淡嘅喎。咁亦都咧喺唔同嘅季節啦，例如夏天水位低嘅時候咧，有部分嘅湖水啊都乾涸咗，所以咧亦都會較為淺色嘅。咁所以咧就喺唔同嘅時候嚟到呢個地方咧，都會睇到唔同嘅景緻㗎。
喺拍攝呢條片之前2日呢，我曾經嚟過粉紅湖㗎，但係點解當時冇拍到呢？就因為我遇到颱風天氣啊！嗰日呢，大風大雨啦，仲要個天好早黑喎，就算我入咗嚟拍呢，都影唔到啲咩好片㗎啦。不過呢，經過2日之後啦，颱風走咗啦，我再嚟到粉紅湖呢個地方嘅時候呢，我就發現哇，藍天白雲啦，仲要由於個湖水好淺啊，冇波浪啦，咁所以呢，個湖水就好似鏡咁樣，就形成咗一個天空之鏡咁嘅畫面啦。咁我喺嚟之前呢，其實都參考過其他人拍嘅粉紅湖嘅影片啦，如果我就心諗如果我見到呢個畫面呢就好啦，我呢個係我最期待嘅畫面。估唔到今次嘅旅程呢，我就真係遇到一個咁靚嘅畫面啦，係成個旅程令我覺得係最感恩嘅一件事之一啊！咁期望在之後再拍多啲其他嘅影片俾大家睇啦。今次嘅片嚟到呢度，拜拜。